二條問題，如果一個啞巴佢要買一支牙刷嘅話，佢就會去到超級市場嘅牙刷部，企喺嗰度，然後同人講佢要。如果一個盲人要買太陽眼鏡，佢應該點樣表達呢？任何嘅嘢，無論係一副太陽眼鏡，定係耳環，定係頸鏈，定係買底褲，佢都係就咁講就得噶啦。第三條問題，亦都係最後一條問題，有啲月份係有30日，有啲月份係有31日。咁請問一年入邊有幾多個月份係有28日嘅呢？10秒時間。2、1，開估！一年係有12個月都有28日噶。請問大家喺呢3條咁有智慧、咁考大家呢個反應同埋急智嘅問題底下，大家究竟答啱咗幾多題呢？冇答啱一題都唔緊要噶。因為只需要大家俾心機同我一齊去準備演唱會，我去準備演唱會同大家努力咁樣讀書 ，DSE 係一定會成功㗎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希望大家淡定少少，加油俾心機，我同大家一齊嘅，拜拜。